唔好話香港，就算澳門啊、台灣點樣發展都完全唔受到佢影響嘅。假如佢係有強又有力嘅政府嘅話咧，呢個抗拒嘅問題亦都唔到你哋話晒。即係換一個人，佢會揸得好緊。我哋睇翻82到84年嗰個中英談判就好清楚，佢好明顯呢幾年係內部係好唔穩定嘅，從佢嗰啲表現嚟睇。咁但係呢個時候，我哋日後呢幾年點發展，我哋而家都要睇一睇佢先知。如果將香港變為一個完全係依賴國際上一啲共同嘅保障，咁嚟到去維持香港嘅所謂繁榮安定，或者一個97年之後要靠咁樣嚟做咧，我相信呢個從中國角度嚟睇，就似乎應該好難接受。譬如話前一階段亦都有啲人提到話，對中英兩國嘅承諾冇足夠信心啦，所以不如香港喺97年之後交俾聯合國託管啦咁呢類咁樣國際化咧，可能就會即係被中國會視為對佢嗰個主權一個好嚴重嘅侵犯。中國對香港國際化嘅態度係點呢？《人民日報》最近嘅一篇評論文章回應咗七國高峰會議嘅聯合公報。文章話：中國希望七國首腦會議關於香港問題所講嘅國際社會嘅繼續支持，唔會成為破壞香港嘅因素。呢個講法有啲乜嘢含義呢？呢個原則性嘅立場咧，查實係點到即止啫。喺邊度咧？就同呢個高峰會議所謂關注香港問題共同立場一樣啦。即係大家都睇下一步。咁下一步點樣發展咧？就睇中國內部。假如中國內部個政府都散晒啦，咁呢個承擔唔承擔，即係中國都管唔到香港㗎啦。假如佢個內部係好穩定，而呢個政府係即係有力嘅，咁嘅情形咧，你所做嘅措施要佢接受嘅話咧，就起碼嗰啲措施係佢能夠食得落嘅。假如佢認為你拎出嚟嘅措施佢係接受唔到嘅時候，佢肯定唔會承認啦。國際上要參與香港嘅發展，或者喺經濟上啊、投資啊等等咧，咁如果對未來香港嘅前途嘅經濟嘅發展有幫助嘅，而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中港雙方得益嘅，咁呢個就唔係問題啦。但係如果國際上嗰個參與會造成香港會好受外國利益嘅牽制嘅話咧，儘管呢個從國際社會角度嚟講，好似係支持緊香港，但係另一方面會唔會覺得會令到香港同中國即係扯遠咗咧，即係疏遠咗咧嚇，或者某個程度其實將香港係真係國際化咗，即係話唔再係咁受到中國嗰個主權嗰個限制咧。咁我諗呢度就個問題比較微妙一啲。香港國際化係咪保證香港前途嘅最佳辦法呢？係好值得認真去諗下㗎。好啦，節目嘅時間又到，下星期見，拜拜，拜拜。《人民日報》日前刊登署名文章係干預香港人嘅基本人權，並且違反咗一國兩制嘅原則。何潔珊報導。太平山學會就《人民日報》日前嘅文章召開記者會，會長何俊仁話：呢篇文章以一國兩制不容破壞為題，但文章犯咗一個基本錯誤，就係用國內而家所採用嘅標準同埋尺度去衡量同埋批評香港人喺香港嘅言論同埋行為。何俊仁認為，根據一國兩制嘅原則，香港人係有權喺香港享有言論自由。佢相信《人民日報》嘅文章係想分化同埋恐嚇香港人，用點名或者間接點名嘅批判嘅方式嚟到破壞呢啲人嘅政治嘅聲譽，就希望咧能夠造成一種壓力，使到廣大嘅群眾咧係即係對呢啲政治嘅領袖咧係失去信心，敬而遠之。另外，社工總工會、香港青年協會同埋救世軍僱員協會亦都發表聯合聲明，指責文章嘅用意係藉此推卸血腥鎮壓嘅罪行同埋扣帽子。佢哋認為，中英聯合聲明清楚指出，本港喺97年後繼續享有言論同埋結社自由。文章既干預咗主權移交前香港人嘅生活方式，亦都違反咗一國兩制嘅原則。亞洲電視記者何潔珊報導。今日係北京6·4事件之後第7個星期，即係俗語嘅尾7。多個團體都設置靈堂哀悼北京嘅死難同胞。
潘金怡報導。一批教育界人士朝早喺何文田一間社區中心舉行紀念儀式，而喺儀式開始之前，大會先奏起哀樂，而出席嘅人士就起立默哀。會場入邊設置咗一個靈位，寫住浩氣長存4個字，以表示哀悼北京死難者。而出席嘅人士就分批向死難者致祭。而全港民主自治聯會就喺新華社香港分社對面設置一個祭壇，擺放香燭同埋生果。佢哋都焚燒咗一啲冥鏹同埋念經超度死難者。亞洲電視記者潘金怡報道。一個團體今日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杯葛出年舉行嘅北京亞運會。另外，一班屯門居民晏晝去到本港嘅電視台同電台遞信，要求傳播媒介唔好轉播亞運。何家明報導。一個由大專生同社工組成嘅杯葛北京亞運籌委會，今日喺多個地鐵站口、小輪碼頭、沙田同屯門嘅購物中心擺設攤位，收集市民嘅簽名，要求市民支持佢哋提出嘅杯葛行動。籌委會又會由聽日開始一連4日，去到多間社區中心同大專院校收集簽名。所有簽名會交去奧林匹克香港分會、各個體育總會、亞運贊助商同傳媒機構。另外一批屯門居民代表下晝去到2間電視台同2間電台遞信，要求傳媒唔好製作或者轉播同亞運有關嘅節目。代表話佢哋會將呢份聲明寄俾各間報館，呼籲報社唔好報導亞運會。亞洲電視記者何家明報導。立法局議員黃宏發認為，現時基本法草案之中第39條有關保障人權嘅聲明存有疑點。佢認為保障人權法案應該比普通法地位較高，避免人權法受到普通法所牽制。鄺美玲報導。黃宏發喺出席完一個論壇之後表示，現時香港係受聯合國2條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但係由於中國並冇簽訂必須實行呢2條公約，所以喺97年之後，所有現存保障香港嘅國際監察都會喪失。因此，黃宏發認為中英兩國應該喺聯合聲明之外，再簽一個協議書，保障將來一旦出現違反聯合聲明嘅事件時候，中英廣3方面都可以向國際法庭提出訴訟。而論壇另一名講者太平山學會會長何俊仁認為，本港將來制定嘅人權法應該比一般法律有更高嘅地位，以便人民有權向政府作司法起訴同埋索償。而一切涉及香港嘅人權訴訟，亦都應該喺本港法庭審訊。亞洲電視記者鄺美玲報導。台灣舉行40年嚟第一次朝野兩黨初選，大亞洲養魚戶個幾月嚟損失咗60嘅魚。日本參議院選舉執政自民黨會失利。蘇聯礦工向西方團體發起簽名運動，同埋向傳播媒介請願，要求杯葛90年喺北京舉行嘅亞運會。呢個由一班社工同埋學生組成嘅杯葛北京亞運籌委會，今日起一連4日喺港九20個地鐵站同埋各個碼頭設立簽名站，爭取市民支持佢哋杯葛90年北京亞運會。佢哋亦都呼籲體育團體唔好參加亞運嘅比賽，同埋杯葛贊助呢屆亞運。